金融獵豹嘅粉絲們好啊！今個禮拜豹姐看經濟，想同大家分析一下呢一個泡泡瑪特嘅業績啦，同埋又想講下呢一個嘅 IP 嘅谷子經濟嘅行業賽道，仲有咧有之前一啲成名啦、失敗嘅個案咧，想同大家分享㗎。如果你係第一次睇我金融獵豹頻道嘅小影片，歡迎 follow 翻我哋呢個頻道，會講翻一啲關於經濟啦、賺錢啦、短炒啦、美股同埋港股嘅嘢㗎，希望可以同大家學習成長，共同分享嘅。咁啊，事不宜遲啦，咁啊講一講先。泡泡瑪特，相信咧可能啲80後啊，或者係70後嘅朋友仔，例如豹姐咧，覺得喂有啲陌生啊，咩嚟㗎？泡泡瑪特，跟住喺個商場上面就係個 Pop Mart，跟住啲公仔咧都幾貴嘅，OK，都 over 70蚊一隻嘅港紙係。咁呢一隻新股嚟講咧，係2020年咧上市嘅。咁當時候咧，其實喺港股方面咧係有少少平平無奇嘅。舊年開始咧就發花癲咁樣啦，升咗好多倍啦。低位9個幾升到去3月27嘅高位咧，升咗成14倍咁多，所以成為近年嘅當紅炸子雞啦。就算舊年我哋個股市方面比較上反覆不明咧，仍然係咧強韌性非常之強㗎。咁其實泡泡瑪特呢間公司咧嗰個嘅年份咧就唔係好耐啫，創立咗係15年啫。2010年由一個嘅北京人王寧喺北京嘅中關村歐美匯購物中心咧，係啦，開咗首家門店㗎。初係賣一啲嘅潮流嘅百貨啦、玩具啦、家居啦、數碼等等嘅，聽落去係有少少似百老匯豐澤嗰啲 feel 嘅。咁咧佢咧嗰2年咧就開始遇到個伯樂天使投資者，咁啊逐步係專注翻潮流品牌嘅玩具啦。2015年推出咗 lifestyle 嘅概念旗艦店。2016年咁啊簽約咗呢一個嘅設計師 Katie Wong 出咗首個嘅盲盒啊，就係呢個嘅 Molly 系列 ，OK，Molly 系列。咁啊呢個 Molly 系列嘅話咧，亦都係而家咧講係超過係成10億嘅一個嘅 brand 嘅其中一條 line 嘅原草啦。咁啊呢一個嘅話咧，亦都係因應翻市場嗰個嘅叫做個人消費經濟啊。因為近年咧其實國內咧就有少少嘅經濟下行啊。往時咧買樓買車或者係買名牌嘅歲月咧，就演變成咧就買公仔嘅。咁啊好多嘅大明星啦，例如 Lisa 啊，或者香港咧亦都好多出名嘅明星咧，就喺度不停喺度晒佢嗰啲咁嘅相應嗰啲嘅 Labubu 啦，係啦，咁啊或者 Labubu 聖誕樹啦，引致呢個風潮啊。咁所以其實你睇翻咧呢一個嘅泡泡瑪特風潮咧，係近呢2年咧先至達到頂峰嘅。咁去翻10年前啦，已經係開始17年推出咗呢一個嘅收銀機械人商店啦，創辦咗大陸首個嘅大型潮流玩具展啊，引咗超過10萬人嘅觀賞嘅。咁而18年亦都係搞咗亞洲最大嘅潮流玩具展嘅。同年咧，天貓淘寶雙十日咧 sales 係達到2786萬嘅。咁啊，隨住呢一個 Astoy 黑標嘅概念店啦，雙十一嘅 sales 咧1年係翻到差唔多接近3倍嘅，去到8212萬，成為玩具第一嘅大類嘅。2020年食住個勢喺388香港交易所上市啦，首日市值其實亦都係超過呢個嘅1065億嘅。咁你見到啦，海外業務方面2022年咧，海外業務全速提升，歐洲、大洋洲、美國、日本咧相繼落地㗎。韓國嘅旗艦店咧就開業嘅。2023年咁啊，全年營業額就係63億嘅，升咗36%，淨利潤係11.9億，升咗1倍咁多㗎。海外營收顯著上升啊！咁 IP 生態圈咧係非常之強勁嘅，簽咗350位藝術家，打造咗咧呢一個嘅 Molly 啦、Labubu 啦、Cry Baby 啦，咁亦都係出咗呢個嘅高級路線 Mega 系列嘅。咁而佢嗰個嘅佈局咧非常之創新嘅喎，有商店啦、機械人店啦、自助品牌店啦，喺北京更加有一個嘅泡泡瑪特樂園啊。咁啊，景區咧好多園嘅上下啦，咁稱之為中國迪士尼㗎。咁啊，品牌使命係潮流創意，傳遞美好嘅，同而家中國人嗰個嘅內心需求前景不明咧嗰個嘅寄託咧係非常之好嘅。
同埋近年嗰啲少子化啦，或者係一啲嘅躺平不分政策咧，令到人類都係尋求另類嘅心靈需求嘅。咁呢一個就正食正條水啦。你見到佢探索遊戲啦、動畫啦、盲盒等等咧，亦都係強化翻成個 IP 嘅生命週期嘅噃。咁阿泡泡瑪特嗰個嘅最新一份業績嚟講咧，就呢個名利雙收啦。咁其實睇翻佢喺翻27號嗰個嘅升幅升到13%啦，160蚊歷史新高。對比2022年10月份嘅低點咧，9.808咧升到14倍，市值突破2000億嘅。咁其實啦，好明顯就係對消費板塊加動咧，佢呢一個業績係勁靚㗎，營收130.4億，升咗106倍啊，淨利潤升咗呢個嘅185.9% 咁多。咁海外營收咧升3倍喎，咁其實海外佔39%啦，東南亞咧貢獻24億嘅，咁升過6倍咁多。咁你見到佢啦，全部數字喺幾何級數嘅，而且4大 IP 陣營咧係收破10個億嘅，對 Monster 更加係30億嘅，毛公仔系列咧升穿10倍嘅，用戶黏性中國區會員咧4600萬，覆蓋率係50%咁多嘅。咁你見到啦，其實佢嗰個嘅市佔率啊，或者係佢嗰啲咁嘅公仔咧，嗰個嘅爆火爆紅咧，好似好勁咁樣喎。咁好多時咧，投資者咧，我覺得大家喺呢個時候都要留意翻咧，唔好淨係睇到佢好嗰面啦，係咪啊？即係唔係淨係睇到佢好嗰面啦？我亦都想同大家講翻有幾個 case咧，就係一啲嘅爆款週期㗎。例如呢一隻叫冰墩墩嘅物體啦 ，OK， 係2022年北京嘅冬奧咧，係啦，咁就短期爆發㗎。依賴官媒洗腦式嘅背書同埋社交媒體嘅強姦式嘅裂變咧，缺乏咧個內容持續更新嘅，用戶係收藏為主啦，冇形成到嗰個嘅 UGC 生態嘅。咩叫 UGC 生態咧？就係話佢有啲嘅故事嘅延續啦，分支嘅延續啦，即係好似我以前抽閃卡咁樣，都有唔同嗰個嘅類型限度啦。咁其實嗰陣時咧，當時候叫買個冰墩墩咧，4至6倍價錢嘅。嗰陣時咧係要58蚊一個咧，咁 end 頂咧要點啊？其實喺翻批發商嗰度咧2蚊個嘅啫。咁你見到啦，微博上面個話題性咧，當年係有60億嘅閱讀量嘅，咁同埋咧就係非常之火爆㗎。但係好可惜啊，一過咗個冬奧之後咧就冇咗啦，係啦。呢一個就留意翻，可能係曇花一現嘅啫喎，即係會唔會係持續到咧？係啦，咁呢個係留意翻啦噃。咁另外一個啦，好出名嘅就係Jingle Bell 啦，就係迪尼嘅打造人物啦。IP 形象其實你見到好多爆款 IP 咧，無論係迪士尼嘅米老鼠、唐老鴨咧，或者係 Hello Kitty 啊、Killby 嗰啲咧，全部都好有親和力嘅，迅速拉近個消費者距離。咁但係冰墩墩人設就係戇居居嘅國寶熊貓啦，咁亦都係唔似得有啲人形化，親和力都係欠奉㗎。咁而呢個嘅 Jingle Bell 咧就係一隻好奇嘅狐狸，而且係非常聰明嘅，佢可以有呢個解決問題同謎團中解到快樂㗎。咁其實個外形設計有少少人類嗰個嘅內心核心需求啦，所以其實佢嗰個嘅影視投射咧亦都有㗎。咁仲有啦，你見到就係話冰墩墩嗰時係官媒，另一個係一個嘅熟手技工迪士尼啊。咁所以你見到咧最後呢個 Jingle Bell 咧到而家今時今日咧仲係可以撐得住嘅 ，OK， 仲可以撐得住嘅。即係持續係活躍啦。咁其實迪士尼亦都係好勁啦。嗰個角色設定啊，內容更新啊，互動性強啦。譬如你去香港嘅樂園啊，或者外國樂園，成日都見到佢哋彈出嚟，你要排隊同佢影相、互動、攞簽名、抱抱等等啦。同埋你係可以有個情感嘅投射嘅 ，OK， 情感嘅投射啊，高頻二手營銷啊。咁其實泡泡瑪特啲IP 亦都係類似呢啲套路㗎。強烈連結用戶咧，同埋嗰隻公仔嘅叫做情感嘅物化。下一個大家都好熟啦，米奇老鼠啊 ，OK， 米奇老鼠咧超過90年啦，由細到大，阿姐30幾年前咧，細細個阿媽都係抱我去尖東嗰度咧影米奇老鼠搞笑嘅。持續嘅生命力啦、沉澱啦，樂園衍生品、電影、卡通片啦，強述事性嘅 IP 陣營，好似係比斯動畫啦，之前嘅 Toy Story 啦，或者 Marvel 世界啦，用戶係傳宗接代式嘅承傳嘅。
咁而泡泡瑪特嘅話，其實係比較上依賴啲嘅數據驅動啦。個 IP 方面仲未太成型嘅，咁啊你話 IP 樂園遊戲戰略咧係探索個成長期，係比較新嘅 business model 嘅。咁如果話動畫方面咧，暫時就未見到有啦，OK。但係其實我哋都想講下呢隻美股呢個迪士尼方面咧，佢都係面對好嚴重嘅問題啦。點解咧？因為迪士尼近年咧出咗好多好恐怖嘅真人版嘅叫動畫啦，例如啱啱上畫阿炮姐抽汽水嗰隻白雪公主咧就係一個經典啦 ，OK。咁啊，因為 IP 係裂變翻後面嘅嘢，之前成功嘅就係Let It Go 啦 ，OK， 即係 Elsa 嗰套魔雪奇緣啦，衍生到全香港嘅小朋友咧書包都要用 Elsa 嘅，但係白雪公主咧係可以一人包場睇戲嘅，咁呢個就好大鑊㗎。同埋近年迪士尼咧都好似真人化咧，無論係一啲嘅嗰個之前嗰條炸窿嗰條小魚仙啦，或者係之前最好就係貝兒啦 ，OK， 跟住 and then 其實佢都冇乜出到啱嘅嘢，花木蘭嗰啲又話政治問題又搞唔掂，咁所以嚟講其實迪士尼係有幾大隱憂嘅 IP 孵化失敗咗，咁而且啦其實中國方面咧哪吒啦2019年啦呢一個係啱啱2025年先爆起咗㗎。咁你見到啦，電影驅動啦，Z世代嘅情感共鳴啦，咁啊，亦都就係話嗰個 IP 咧，需要係有個嘅營養化啦，或者係持續性啦。咁其實嗱，即係都係有同泡泡瑪特合作翻喎，你見到啲公仔啦，咁呢啲亦都係牽動到嗰個熱潮啦。咁其實除咗 brand 越大嘅話咧，亦都係會幫到手嘅。OK， 幫到手啦。咁仲有一個啦，親和力嘅例子係 Hello Kitty 啦，係啦，美妝啊、服裝啊，基本上係人都中意 Hello Kitty 啊。細個嗰時強調情緒價值，咁啊都就係話孤獨嘅治癒啦、積木啊、卡托嗰啲咁嘅嘢啦。IP 設計嗰個成本㗎，咁其實咧對比翻傳統嘅迪士尼啊 Marvel 咧，佢 IP 性咧泡泡就比較低啲，依賴嘅視覺符號同埋明星嗰個喜好㗎。咁而個競爭方面，其實啲國漫嘅 IP 啦，或者海外嘅 IP 哪吒啊、迪士尼咧，其實都係擠存個空間㗎。咁同埋咧收田冇人耕，耕開有人爭，門檻唔高嘅。而且世代其實調查報告咧。個週期得22個月啫，即係2年都冇咧就要換款㗎啦。OK， 2年都冇就要換款㗎啦。泡泡瑪特嘅 IP 個生命週期咧，其實係嗰個嘅營銷型嘅 IP 啦，冰墩墩啦，但係需要向迪士尼咧或者係 Hello Kitty 嗰啲係叫做營運啊、抄考下咧，先係潮流文化。變成呢個文化符號咧，在個時代躍進嘅。如果唔係咧，根據翻嗰個調查報告咧，22個月佢就玩完㗎啦。咁所以對於大行咧，對於泡泡瑪特嗰個嘅前景嘅推測咧，我相信各位粉絲們你哋都要係有一個嘅懷疑嘅態度啦。畢竟人類嘅喜好啊，對於電影啦，即係譬如 Marvel 為例啦，阿炮姐細個乜 Marvel 都要睇嘅，到而家咧套套都唔睇啦。點解啊？因為已經膩咗啦。但係你話可唔可以冰墩即係呢個嘅？泡泡瑪特每一日都利咗咧，呢個好難講，但係大家要防範未然咯。始終佢係一個周期性嘅消費股啦，佢並唔係一隻話可以複式增長啊，或者係咩迭代啊嘅股份啦。咁其實我覺得每一隻股份都有個行業特性啦，同埋有佢嗰個嘅特點啦。咁今集輪到呢度咧，同大家分享咗泡泡瑪特同埋呢一個嘅 IP 生態圈咧嘅前後歷史啦。咁啊，希望大家係俾多啲 like 我啦。咁同埋咧，如果咧想有多啲嘅片嘅話咧，就記得喺翻留言區講翻 Time is everything， 同埋講翻你嘅感想啦。咁我哋下次再見，拜。